台北捷运中山站，伫个18号迄天的下晡，有一个查甫乘客伫个车厢内底大声来喊话，讲行李箱有炸弹。捷运的警方马上赶到车厢来巡视，甚至甲车厢清空、巡检3改，但是拢无发现有任何危险的物品。警方认为，迄个查甫乘客乌白造谣，甲移送法办。 不好意思，行李箱是你的吗？警察伫咧捷运的车厢来回巡视，因为有人通报车厢内底有炸弹。大哥，这个行李箱是你的吗？若有乘客关行李就问，无放过任何想法，条件当中有危险的物件，引发爆炸。 有名男子在搭乘台北捷运时，突然在车厢内大喊“行李箱有炸弹”，吓坏了整车旅客。伫18迄天下晡3点外，台北捷运中山站，人来来去去，所发生恐怖的情形。当时查甫人为车厢夹起绿线的月台，一直咧匹配叫，互警方主动盘查。 会警惕吧，我会立刻走到下一个车厢，或者是在下一站下车。紧急铃一定先按嘛，然后再观察嘛。搭车尽量都站在门口，可以跑得快。捷运公司接到通报，为着民众安全，开始坐界巡检。先伫咧当时列车做专车的详细检查，到终点站大安了后，就无载客，继续开往淡水，搁再检查。嘛安排列车送登去北投的机场做第3届的检查，拢无找到可疑的物件。 警方认为是查甫人讲白贼，涉及恐吓公众罪。捷运的车厢内底传出有炸弹，对这捷运公司就回应，案件交予警方处理，无过另外回应。相反嘛，因为引发着惊吓，予警方依法上班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